为了全面照顾弱势，淡市公部门结合 TVBS 新闻爱基金会、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、基督教协进会以及在地61间教会，在短短时间就募集3000份的礼物包，包括1000块的食物券。透过社会局甲各区公所的协助，将分送到3000户的弱势家庭。新闻市长亲自主持爱心启航记者会，感谢教会兄弟爱无限。这一次，各位可以看到叫携手爱无限。其实我们在媒体作为媒体，我们叫信望爱，就是永续基金会。我想我今天在下了高铁，我看了第一个 logo， 就是永续经营。台南的口号有3个永续，那这个永续里面其实都是出于爱。这个永续里面是爱这个地图，爱这个地图上的人，特别我们在这样子的环节当中，其实弱势的是我们在疫情过后，我们必须能够关怀的朋友们，这些我们特别有一些，虽然在政府的规列之下，可能不一定是在我们的名单上，但是我常常讲，教会最不缺的就是爱。非常宝贵的记者会，其实充满了感动。TVBS 县外永续基金会，如果它是抛砖引玉哈，那我们交流协会是穿针引线啊。其实教会这边很多我们台南教会的领袖在这里，其实教会刚刚讲哈，不缺的是爱，教会爱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啊。那如果能够跟公部门有个好的对接啊，那这些爱心能够到合适的地方，到对的地方，我相信未来有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我真是看到哈，因为大家一起携手，一起合作，我们就相信哈，爱会无限。我们非常感谢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，还有基督教文化协会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教的各位牧者，大家非常的关爱台南市，对于台南市一些比较弱势、比较边缘，但是还没有符合政府的相关的社会安全网的市民朋友们伸出援手啊，这个募集了许多的这个礼物包，能够让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寒冬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其实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长久以来就在关怀社会上许多的角落上，不管是年少的小朋友或者是长者，其实对于社会上大家都非常的感谢他们。圣诞节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分享，人讲教会上无欠的就是爱。这摆串联行动嘛是一个开端，要让每一份礼物发挥上大价值甲温暖。台南新闻顾问及林盈光采访报道。台南市赞不赞？